你要不要我帮你照一张？啊，我帮你照一张。你这样的自拍棒的话太近，没有办法照啊。我们也想倒影一下。因为你自拍的话，距离太近了。那我要360度的，可以自己拍啊。通常一个人出来就要找这种东西。对。还没变色啊！这个月来太近。以前我也是有自拍棒的，哎。这是360度的。哎，这种的不便宜啊。有。配那个，一只。你看配那个。你有干嘛？